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新聞報導。呢一節繼續有我同埋 Judy 朱珍珍為你報導㗎。近排見到阿霆鋒出席任何活動咧，梗係笑笑口㗎噃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嗰套咧打到飛起嘅電影咧，票房相當之唔錯啦。響內地票房啊更加犀利添啊！咁其實講到阿霆鋒咧，佢自己最期待一樣嘢，除咗你票房之外咧，梗係佢同阿柏芝嘅愛情結晶品啦。相信咧都好快出世咯噃。係啊，我個朋友咧都就嚟做爸爸，話好緊張咧，成日會 check 住個電話，驚佢會冇電，就唔知個 BB 會幾時出世啦。做爸爸媽媽就係咁緊張噶啦，但係對於 fans 嚟講咧，偶像就係 No.1 嘅地位啊！飛輪海咧再次嚟到香港，同上次嘅距離雖然唔係好遠，仲要今次係2缺2啊，但係 fans 依然係咁興奮啊！近年嚟，台灣嘅藝人同香港嘅關係越嚟越密切啊！就以飛輪海為例啊，出道唔係好長嘅時間，已經多次訪港啦。雖然唔係第一次嚟香港啫噃，不過痴心 fans 呢仍然都係晨咁早7點幾已經嚟到機場呢度等候，而場面呢就亦都如同好似佢哋第一次嚟咁墟，係嘛？1個月之內再次嚟香港嘅飛輪海兩位成員汪東城同埋炎亞綸，呢日一早8點15分就抵達香港機場。兩位型男一出閘，守候多時嘅 fans 當然就即刻蜂擁而上，情況一度混亂啊！小心啊！為咗親近偶像，你推我撞嘅場面真係在所難免㗎啦，所以在場10多位保安哥哥都唔敢怠慢，一直守護住佢哋離開。見到歌迷咁熱情，大東同埋阿倫心情都非常靚，不時報以微笑，向 fans 們揮手，態度相當友善啊！喺落機之後，大東同埋阿倫呢就即刻嚟到主題樂園呢度進行拍攝宣傳嘅工作啊！大班 fans 梗係繼續跟到實一實啦。總之有飛輪海嘅地方，總會有瘋狂嘅尖叫聲啊！而呢次再次以代言身份為香港主題公園進行宣傳嘅大東同埋阿倫，魅力真係非同小可。一班 fans 由機場跟到去主題公園，實行貼身追蹤偶像，所以在場你追我逐嘅場面，可以話從來都冇間斷啊！大東同埋阿倫為咗配合宣傳，更加換上米老鼠嘅 T 恤，同公園裏頭嘅兩隻鴨公仔一齊影相。兩位大男孩果然係青春無敵啊！童心未泯嘅大東同埋阿倫之後，仲同鴨公仔一齊坐火車，盡顯童真嘅一面。很好，謝謝。好開心啊，冇問題啦。